踅老街，今仔日来去踅西螺老街，当地有真侪真有特色的建筑，其中两栋上界眼目，一栋是钟楼，一栋是起科。行入这个西螺老街，都袂输坐到时光机回到过去。 体验地道，享受地芳，来到西螺老街，这栋有80多年历史的地行，除了品质，唔通袂记去，豪华欣赏者每一个角落。你要创啥？买地米啊？好，稍等咧。唔免开门，会使互头家甲人客较有亲切感，同时佫保有厝主的温书，这是古早时代的巧步。 行入米娘行，除了有卖各种的豆类的杂粮，同时嘛卖点心，店内建筑嘛真有特色。这个哈，你看这个土家厝，这个纹理。门一个拓开，会使看到土家厝，互人往回古早时代甲现代之间。推开窗，哦，这个纹理这么的漂亮，对不对哈？这反而是可以展现让大家看到啊。所以我们推开窗，看见老街跟老屋的故事啊。规条老街外观上特别的是钟楼甲起科，钟楼是老街内面上悬的建筑物。 其他旧厝拢是2层楼啊，钟楼有3层楼啊悬。较早是钟表行，新厝主接手了后，是要保留时钟元素，所以讲开始收藏老时钟，即嘛是以经营咖啡店为主。那我们又很想让它回到以前那种时代的感觉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收藏了几个老时钟，然后就把它布置起来。 起科的外观是用后展带出看起科的意象，互人一目就会使看到来到起科啊。讲到西螺名产豆油。 来到老街，嘛使参观拍乌豆的过程，佫会使体验家己做乌茶饮油。家这内底乌豆吼，搁再放咧即个红汤内底。去老街游览福兴宫的妈祖庙香火鼎盛，这嘛是真侪人会去的景点。来到西螺老街，除了食、啉、踅街以外，唔通袂记加看建筑物，你会发现讲有真侪趣味的创意。